各位同學，我哋今日會學份數嘅比較。喺學習份數嘅比較之前呢，我哋一齊重溫一下乜嘢係份數先。喺我側邊呢，就會有一個1/2嘅數字，呢個係一個份數，佢會由上邊一組、下邊一組兩組數字組成嘅。下邊個數字我哋叫做分母，上邊個數字叫做分子，中間會有一條分線去分隔。分母咧，其實係代表一個整體等分咗幾多份，而分子就係講佔有幾多份，而呢個數字1/2就係代表一個整體等分做2份，你佔有1份，我哋會讀作1/2。我哋正式進入課題啦。今日咧，我哋就會學比較份數裏邊嘅比較同分母份數大小。咁咧，呢度會有個情景題喎，老師就送咗3條大小相同朱古力俾3位同學，分別柏瑞、希慎同子晴，佢哋每人都各得老師一條一模一樣大細嘅朱古力。咁老師俾嘅朱古力，同學當然唔會一口氣食晒啦。咁柏瑞咧就話啦，我將朱古力等分成為6份。我食咗其中嘅3份，即係食咗朱古力嘅3/6。希慎呢就將朱古力等分成為6份，食咗其中5份，即係食咗5/6條朱古力。最後子晴佢將朱古力等分成6份，食咗其中1份，即係食咗1/6條朱古力。從最後呢張圖表，我哋睇得出佢哋3個人都分別將朱古力分成6等份，而希慎係食得最多嘅，而子晴就食得最少。我哋一齊觀察下呢3個份數有咩特別。我俾3秒時間你哋諗下。冇錯啊！佢哋3個份數嘅分子雖然係唔相同嘅，但係分母都係相同，都係6。原來比較分母相同嘅份數嗰陣時，我哋只係需要比較分子嘅大細，分子數字越大，即係個數值越大。學咗咁耐，我哋一齊做個小結先。原來5/6、3/6、1/6呢啲分母相同嘅份數，我哋都稱為同分母份數。喺比較份數大小嗰陣時，如果分母相同，分子越大，即係份數越大。今日學咗咁多，我哋一齊嚟試下做啊！題目表裏邊每對圖形表表示同一個整體，我哋先寫出着色部分佔全圖嘅幾分之幾，然後再看圖比較每組份數嘅大小，最後喺圈裏邊寫出大個或者細個嘅符號。同學可以先按一按暫停。當你完成之後呢，再按繼續去對一對答案，睇下啱唔啱。咁即刻開始啦！第一個圖形係等分咗6份。填咗顏色嘅佔有2份，所以係2/6。而另一個圖形同樣係等分6份，而着色嘅部分有3份，即係3/6。最後我哋就可以比較下2個同分母份數啦。當2個分母相同嘅份數嗰時，我哋就直接比較分子，分子越大，代表份數越大，所以3/6
係大過2/3嘅，或者我哋可以講2/6係細過3/6。